我们的仁德区污水下水道系统，我们第2期的第8标工程的一个开工动土典礼。那这个仁德污水下水道系统呢，它的用户的接管户数呢会达到1237户。那总经费呢，我们会达到2.48亿。那其中中央补助了92%哈，那我们地方自筹了8%。那这个整个相关经费，我们非常感谢内政部营建署的一个补助，让我们在仁德区的用户接管能大幅的来做一些提升。那这个整个污水下水道的管线呢，也会达到5600公尺左右哈。那整个污水下水道工程的推动呢，这是我们对我们地方环境的提升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工程。因为污水在施作一般都是在住家的一个后巷，那后巷是那个住户的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在施作污水工程一定要先取得民众的一个同意。那一般我们污水在施作它要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在台南市是80公分来放这些污水设施。那后巷通常民众会有一些增建的情形，那这一部分也希望民众能够自行来把这些增建物来做一个拆除。那在施工过程多少会造成不方便，所以我们完成后整个后巷就会变得很清爽、很干净。现在要再做过来到我们太子庙非常好啊，因为它有改善这个环境啊。你污水下水道以后，你的那个厨房的水啦，还有那个粪便的水，都在这个污水下水道，雨水就是另外雨水在流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从3年多以前，台南市的接管率19%，19.03%，到现在24.8%，这个增加了将近5%，民众没有感觉。所以坦白讲，一般民众或一般地方首长对于下水道工程这个作为施政有感的这个部分坦白讲，一般的这个县市长大家比较不想做的。但是我们这个是不是这不是要做好？被谁拍棚这是要做好对脸数一个交代，因为这个环境不管是就公共卫生的角度，或者是对这个现代都市指标的角度，下水道是一条不归路，没有回头的路，是一定要做的。所以我们一定对于下水道的工程尽管现在坦白讲大家都很辛苦做了下水道这个没感觉。没有做下水道很臭、很脏了，大家会骂。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讲，我们希望说把这个下水道的推进工程，尤其在这边仁德刚想想看，政府花了将近2亿多，其实坦白讲，每一户的成本都不低而且下水道盖到你家前面，你还要加一个最后1里路、最后100公尺，就是要接管接上去，下水道才会发挥功能，这个又是一笔费用。所以呢，我们很感谢营建署全力支持，那让台南市向这个现代化都市又迈进一步。我们也会将来会持续努力增加下水道的这个接管率。另外，收看嘅欢迎收看4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定期会所进行的教育局质询，因为中央规定4月22号以后，总共24类场所出入拢需要注满3针的疫苗，所以议员进一步关心各级学校老师注疫苗的状况，强调为了保护学生，要赶紧注完第3针。议员柯玉林表示，因为中央规定，伫4月22日以后，总共24类的场所必须要施打满3剂的新冠疫苗。虽然教育局甲经发局主管的场所比较看来较单纯，不过议员嘛关心高中以下教师施打的比例问题。我们的场域比较单纯，但是相对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12岁以下的孩子可没有完成10秒的预打，所以我在这边想说要问局长，针对这边里面讲到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跟幼儿园，在4月22号之前必须完成第3剂的施打，有没有办法100%做到？
这个部分的确就数据上来看，我们大概打了2剂的部分只有98.41，那第3剂的部分呢，我们大概统计到4月13号大概有68.82，所以还有一点距离，所以我们持续的还是要呼吁我们老师，其实第3剂可以保护自己，那也可以保护他人。那未来如果中央对于没有施打疫苗的这些国小学生，他们的安全呢更为重视，所以我在这边也认同你的看法，就是我们共同呼吁我们的老师应该尽快施打第3剂，保护自己心爱的孩童。除了教师施打的问题，另外中央嘛将开放5岁到12岁幼童嘛将开始施打疫苗。议员蔡宏全嘛关心教育局准备的状况。同意书的发放，也在进行中。中央的那个同意书的格式，它的书写的题型那些还没有下来。还没下来。对。但是我们如何去做这个所谓发放以及回收，跟卫生局配合，那到校内施打场地的部分陪同的人员，这个部分都已经先请学校做准备。对此，虽然教育局长回应，目前拢伫准备当中，不过至于议员关心的疫苗的质量甲品牌的问题，教育局长嘛回应，一切遵照中央的指示。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有一款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其实是一种真正看到的神经发展性疾病。真侪人拢认为这款的镜头大汉以后就会改善，不过事实发现，大约60%病人的镜头会持续到成年。做伙来了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俗称 ADHD， 是一种常看的神经发展性的疾病，也就是病人对细汉的时，甚至伫母体内底。大脑的神经系统发展都有一寡状况，造成大汉以后相当高的离病率加功能的障碍。对此，基比医学中心对2012年开办成立的 ADHD 特别门诊，10年来超过2000名的个案收回。这几年来，发现说其实。大家慢慢去知道说，成人也有过动症，可是很多人是小时候不知道去哪里看诊，那长大也不知道要怎么求助，所以我们这个特别门诊就在我们清美医院邱院长还有林部长的支持下，就一路成立到现在了哈。那我想刚好也趁这个机会，把这10年来的一些经验把它累积起来，整理成一本书，然后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民众还有患者。那么了解这个疾病，看看怎么帮助自己，改善这些症状。大部分来求诊都是他们在课业上或者在工作上已经受到一些影响，甚至在人际关系上也有受到一些影响。这样的个案，因为常常会所谓的出包了所以其实也有很多意外的发生。有时候因为这样很挫折，所以有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情绪障碍，像忧郁焦虑等等问题。那有些人如果在不知道怎么求助的话，自己会去寻求一些方法，比如说用酒精或其他药物来处理，然后造成更多的问题。这本书应该是对这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成人会有很大的帮忙。那对家属或者是朋友有一些关心这种病症的病人，应该是一本相当值得推荐的参考的书。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黄博士新书发表，同时也是这个奇美精神科这种特别门诊成立的10年。那谢谢大家借着这本书能够唤起大家对这种成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更多的关注。奇美医学中心的主任表示，成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大约有4到6%的人，而且大多数拢是无病史间，因此10年来累积临床研究加教学的经验，发表新册，并且伫日前举行新册发表，希望提供社会大众对成人 ADHD 的认识。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受疫情影响，台南举办世界 K-pop 线顶演唱会，16岁全球首播到今，已经累积超过26万人次的观赏，伫网络分享更高达82万次，显示 K-pop 韩流加上台南的元素，吸引力真正挡袂牢。
YouTube 频道台南样16号举办台南世界 K-pop 线顶演唱会，全球首播。演唱会由脸蛋天才崔颖优主持，演出阵容包含新生代夯团 The Boys、加 Formers Night 等热门的团体。线顶演唱会早至现在已经累积超过20万人次观赏，显示出 K-pop 韩流加上台南的元素，强强联手的吸引力。 안녕하세요. 저는 MC를 맡은 차은우입니다. 네, 여러분 반갑습니다. 역사와 문화의 도시 대만의 타이난시가 주최하는 타이난 월드 K-pop 온라인 콘서트 K-pop과 함께 전진 앞으로 오늘 with K-pop. 비록 비대면 온라인 콘서트지만 전 세계 어느 곳에 있어도 K-pop과 함께 하나가 되어서 힘을 얻고 또 어떤 위기도 극복할 수 있다는 것. 네, 여러분 기억해 주세요. 느껴줘 살짝 느껴줘 뭔가는 부신 감독이야 우리가 연결된 시간 We go we go we go we go 市长黄伟哲嘛特别伫演唱会上拉英语，向世界各地收看的观众推荐台南好食好耍的所在。Through the online concert, more Tainan citizens and K-pop fans all over the world can participate, and more people can see the beauty and the charm of Tainan. Please stay tuned for more exciting events from Tainan. Thanks to Chai Ying-woo, Formings Night, and The Boys. Join this concert. 看到台南有遐尔侪美食美景，也好遮的外国明星真期待会当来到台南，甲粉丝见面。真侪台湾的民众也表示，相当介意这种韩流甲城市形象结合，希望未来阁有机会会当继续办理。市长黄伟哲表示，不论是影片留言区，也或是脸书粉专，都会当看到真侪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留下无同的语言。伫疫情影响无到国际旅游期间，似乎透过韩流 K-pop 的超悬人气，来推广台南的文化、观光美食，是创了全台之先。伊也提醒无看到演唱会直播的朋友，会当到 YouTube 频道搜寻台南世界 K-pop 线顶演唱会，就会当看到这精彩演出。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国际台南扶轮社因应疫情愈来愈严重，特别关注一批轮椅甲助行器予安南病院，并且发起连续3档关注医疗救助基金，希望分担第一线防疫人员的重担。呼应国际扶轮2021甲2022以服务改善人生的口号，国际扶轮347区台南幸福扶轮社。上午特别关注一批轮椅、加助行器等辅具，予台南市立安南病院由院长林胜泽代表接收。大家知道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那院方当然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责无旁贷要把防疫做好。但是，一般民众的慢性病或一些急重难寒疾病，仍应该迅速就医。但是这就医当中，很多长者因为活动不便的关系，那在院内需要轮椅。那本来院方的轮椅是相当的足够，但是我们现在让民众方便起见，可能从第一医疗大楼进来，可以从第3、第2医疗大楼把轮椅放在那边。那相对的，这个轮椅就非常的短缺。那谢社长他非常了解我们的情况之下，很慨然的捐赠几十台的这个轮椅，让我们长者方便。那这一次当然我们院方责无旁贷，要跟所有扶轮社好好的这个所谓的合作。那不管是他们办的一些大型活动或者一些捐血活动，我们也会提供相当的医疗的资源。那也希望社会大众了解扶轮社以人为善的这个精神，热心公益，然后把所有的贡献放在我们的所有市民跟病人的身上。除了关键辅具，另外台南幸福扶轮社嘛发起连续3档，每年捐赠5万块的医疗救助基金，希望借此抛砖引玉。现场嘛有社友江倩文以个人公司的名义共同响应。透过我们扶轮友社大园扶轮社的一个介绍，让我们了解到说，其实，在台南市比较偏远的地方呢，安南医院它有这一个医疗救助金上面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幸福社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做这种服务计划的一个活动。那在创社社长我们 CP Sophia 以及我所有幸福社的社友的努力赞助之下，我们就有承诺安南医院我们要连续3年都捐助医疗补助金
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医院它有轮椅以及助行器，还有单轨的这一些医疗辅助器材的需要呢，我们在群体舍友的大家踊跃的响应之下呢，我们也捐赠了轮椅以及一些辅具。那当然，最主要我们幸福扶轮社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行动而已。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的捐赠，能够引起我们其他扶轮友社的注意，或者是说其他一些社团们的注意，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医疗资源或是救助金呢，我们可以挹注在台南市立的安南医院身上。上午出席观众仪式有国际扶轮3470区的总监吴宗仁、幸福扶轮社的社长谢新辉，甲全体社友共同出席。李安南病院院长林胜泽嘛一一来回敬感谢状，感谢扶轮社对医护人员的爱护加长期的帮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湾王爷总庙南昆新大天府建庙360周年举办系列活动，除了歌手的精彩演唱，另外还有550台无人回轮机加高空宴会表演，气氛相当的热烈。今年适逢建庙360周年南昆新大天府，特别规划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16号暗时举办的大型宴会，甲所有的信众做伙欢庆。活动相当精彩。南昆新大天府建庙360周年，后要来感恩着咱的五府千岁观音祖万善爷360年甲咱庇佑咱护国佑民，互咱的社会人民大家拢平安，互咱共同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共同见证。今仔日这是历史的第二年代，嘛是一个历史的一刻。宴会当天，除了有歌手献艺，嘛有高空烟火等等，吸引众人的目光。南昆新大天府正做王爷总庙，好受到咱的所有的百姓。受到来自海内外的这个信众大德，大家肯定，我想这是非常不简单。360年不是一个短的这个岁月，但是遮侪人唔那是王爷遮尔兴，唔那是咱的信众遮尔虔诚，唔那是咱的同工、咱的志工、咱的执事人员有功有庙遮尔护持，我想无法度成就遮尔殊胜的代志。庆祝建庙360周年系列活动将会持续规年度，除了4月16号的宴会，5月有艺定表演，7月还有路跑的活动，以及11月平安宴祭，庙方欢迎全国的信众做伙来斗热闹。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疫情期间，民众尽量减少出门，所以嘛出现体重增加的问题。阿兰病表示，大考除了外观身材困扰，嘛容易甲糖尿病相关。严重的甚至会困眠、呼吸中止，一定要特别小心。台南市一名47岁张小姐，原本体重将近100公斤，因为多年的肥胖、有糖尿病，加上重度的困眠、呼吸中止症。经过安南病院胸坎科加减重医学中心所谓矿场的减重手术，不但成功减重，而且血糖加呼吸中止嘛拢改善。之前都认为来做这个减重手术是为了爱美什么的，所以我一直不想来做，怕被人家误解。可是这个可以改善我的糖尿病，还有一些。我的那个身体机能也都变得比较好，现在生活也都比较正常。安南病院减重外科主任施明哲医师表示，所谓矿场的手术嘛叫做胃手术的加强版，不但同时减少患者的胃容量，并且同时改善肠道的荷尔蒙，会用减少传统胃绕道的并发症，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
心智手术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它解决了胃绕道这个手术长期照顾上困难的议题。它比较不容易复胖，生活品质会更好。从长期不需要像胃绕道手术一样要这么辛苦的要追踪、要吃重维他命、要直接铁剂。而且根据我们资料上来看，中长期上来讲，发生了像传统胃绕道的并发症，像胃出血、疝气，那营养不良情形是几乎是比例几乎是绝对是大幅的一个改善，几乎是没有。对，那我相信这样的手术，我比较喜欢形容它是一个胃缩小手术的一个终极加强版。对，它站在胃缩小这个手术的基础上，然后做一个肠胃道一个矿场，就是小肠绕道的一个改良，所以它其实结合了这两个我们刚刚提到传统这个胃缩小跟胃绕道手术的一个优点，避免了到它的缺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在这个医疗这个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良、优秀的手术。安南病院院长林胜哲表示，肥胖甲糖尿病的治疗千万袂用等，一定要寻求专业的检查医师来咨询治疗。国际代谢形态医学中心的院长黄志坤嘛表示，该中心对2014年到现在，总共协助超过6000位的患者成功减重，其中635位接受所谓矿场的手术。伫一天内减掉80%的过多体重，同时高达95%的糖尿病患者嘛用得到缓解。伫手术后，唔免搁再额外来服用血糖的药啊。台南新闻林英根、许曼珍采访报道。为了让更较侪人了解高雄在地特色店家，新盐店商圈推出直播活动，每礼拜拢会来小解店家甲美食，而且佮结合抽奖、少年区的行销手法，khiến济人气，毛店家业绩大大提升。为了加强推广在地店家，新盐城商圈锁定网络行销，透过直播的方式，每个礼拜都邀请主持人来介绍一间店，并且深入介绍特色。这样的做法吸引不少民众都来按赞观看。我们每个礼拜呢，周直播帮我们的特色店家介绍他的特色商品。那我们就是每个店家介绍3种。那希望透过我们累积不断的直播，放在我们的官方 FB 粉丝专页。让我们的消费者或者对我们商业有兴趣的呢，可以从这个 FB 里面来看看每一次我们直播店家特商品的内容，然后产生兴趣，然后走入他们的店家来消费。活泼有趣的内容，再加上抽奖活动，商圈理事长开心地表示，来直播过的店家都开始感受到生意的上升，也有越来越多店要加入，一起团体作战，增加行销力道。有多了那个比较不熟悉的脸孔来，真的有帮助。借这个直播来了解商圈里面的，那个店家的东西是怎么做的。像我们冬瓜茶也都是用新鲜冬瓜这样熬煮10几个小时完成的，我觉得非常好。还是波黑糖奶盖红茶。目前已经直播了5间店家，而后面还有10多间店排队等着在直播中介绍。理事长说，目前会以吃喝为主题，希望能够吸引大批观众一起来地方商圈消费。我们现在做单一天就可以处理到1000多人了。然后有很多人帮我们分享，那我们还会办一些小确幸，就是希望大家留到最后呢，我们会有提问，然后每个店家都会提供他们小确幸，就像有100块的免费商品到店家来兑换，那也让店家能感受到我们这次直播的效应，也可以带动每个店家都可以来走入这个直播间，来把他的好东西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有趣生动的直播活动，不仅能够让民众认识店家背后的故事与特色，更能够促进消费、行销在地店家，在后疫情的时代，为地方商圈带来一波新商机。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感谢收看4月1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